千百年前有一个老阿公甲老阿嬷，有一天哦，这老阿嬷去溪边洗衫，洗，结果毛毛塔路上，毛毛塔路上，刷落来有一粒少大粒的桃啊，就安尼流过来，啪，砰拍开了后，内底有一个囡仔。甲你讲三条嘛，较细声啦，你两个，怎啊？都袂晓？好。阿晶啊，安尼阿爸甲你讲一个红布的故事。敢是迄正港的红布的故事？是啊，而且这红布对阿爸对甲足久的哦。老师，有抓，好好的，抓到，哎，抓你哇！凊彩啊，我要走去一个无你的所在啊！我甲你讲，好啊我自细汉吼，就有一个梦想，想要做一个冒险家。哦，即马就是证明我已经大汉的时阵啊！哈口公公，准备，大家准备啊！阿公啊，这是啥？卖够叫啊！我甲你讲啊，你倒位啦？好，你莫做我，你打好，免走啊！毋过吼，我感觉我才拄来遮尔，啊，毋过吼，敢若搁住伫遮足久的。你看我的指甲，大头壳，歹势啦，我毋是挑故意要甲你的目睭不放进去的。也毋过啊，我敢会使摕我的目睭甲你讲话？你讲啥？阿母，阿母，阿母，你有安怎无？哎呦，你是安怎？要摕你的目睭甲头壳交换啦？哈！想叫你，你走来遮啦。你安尼，我要摕啥物行李啦？哦，300斤啦。唔爱啦，我就是不爱你安尼啦，唔爱啦。